在当今这个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质。不同民族的习俗和饮食文化不仅反映了各自的历史与传承，也成为了交流与理解的桥梁。透过对不同文化的探索，个体能够深入了解世界的多样性，并在此过程中拓展自己的视野。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各地的文化习俗和饮食特色，揭示其背后的故事及其对当今社会的意义。一、文化习俗的多样性。文化习俗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包括婚姻、葬礼、节庆和日常生活等。这些习俗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，也是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、婚礼习俗。不同的区的婚礼习俗展示了各自文化的独特性。例如，在印度，婚礼是一个盛大的庆典，通常会持续数天，充满了各种传统仪式和色彩。从梅赫迪 （Mehndi） 到桑格特 （Sangeet），每一个环节都蕴含住深厚的文化意义。参加婚礼的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装，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一重要时刻，展现了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传承。相比之下，西方国家的婚礼往往更加简洁而正式。比如，在美国，婚礼通常会在教堂举行，重点在于交换誓言和戒指。在这里，婚礼的神圣性体现在对爱情的承诺和对家庭的重视。二、葬礼习俗。葬礼习俗同样显示了文化的差异。日本的葬礼通常是非常庄重的过程，家庭成员穿着黑色的正式服装，进行一系列的仪式，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悼。这些习俗不仅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，也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视。在墨西哥，亡灵节 Dia de los Muertos 是一个充满色彩和喜悦的节日。每年11月1日和2日，墨西哥人会为已故的亲人设置祭坛，并准备他们生前喜爱的食物，以表达对逝者的怀念。这种习俗强调了生与死之间的连接，展示了墨西哥人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。三、节庆习俗。世界各地的节庆活动也是文化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的春节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。春节期间，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，共同享用年夜饭。这顿饭通常包括鱼，象指年年有余，和饺子，象指财富等美食。春节的庆祝活动还包括放鞭炮、舞狮和贴春联。这些习俗不仅增添了节日的气氛，也寄托了人们对来年的美好祝愿。在印度，排灯节 Diwali 是另一个重要的节日。这个节日庆祝光明战胜黑暗，通常会燃放烟火、点亮灯笼，并与家人分享甜点。在排灯节期间，人们会用各种传统食品来庆祝，这些食品各具特色，代表了家庭和社区的团结。二、饮食文化的深刻意义。饮食文化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从食材的选择到烹饪方法，都与当地的历史、环境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。一、地域饮食的特质。意大利的饮食文化中，意大利面和比萨是最具代表性的食品。这些食物不仅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更是家庭聚会和社交活动的核心。意大利人对食物的热爱体现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中，家人和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，共同享受美食，分享生活的点滴。中国的饮食文化同样丰富多样，从北方的饺子到南方的米饭，各地的食材和烹饪技术都显示了地域特色。广东的饮食以新鲜海鲜和精致的点心著称，而四川则以辛辣的火锅和麻辣烫闻名。这些饮食习俗不仅展示了地域的特色，也承载了人们的生活智慧和饮食哲学。二、饮食与社会关系。在许多文化中，饮食不仅仅是生理需求的满足，更是一种社交活动。
例如，在阿根廷，烤肉 asado 是一种社交活动，家人和朋友会聚在一起，享受烤肉的过程，分享彼此的生活故事。这种饮食文化强调了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护。在中东地区，分享食物是社交交往的重要方式。当客人来访时，主人会准备丰盛的餐点，并以热情的方式招待客人。这样的习俗体现了好客和友谊的重要性。食物在这里不仅是营养的来源，更是情感交流的媒介。3、文化交流的意义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，饮食与习俗的交融成为文化探索的重要方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们不仅是在享受美食和活动，更是在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。饮食的全球化，许多国家的传统食物已经走入了其他国家的餐桌。例如，日本的寿司、印度的咖喱、意大利的披萨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喜爱。这种饮食文化的交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味蕾，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。在这样的文化交融中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。接触到其他文化的习俗和饮食时，常常会引发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与欣赏。这种交流增强了全球公民的意识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。2、文化的融合与创新。除了饮食、习俗和传统也在不断的融合与创新。例如，在美国，融合料理 （fusion cuisine） 是一种流行的饮食风格，将不同文化的元素结合在一起，创造出新的味觉体验。这种创新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多样性，也展示了人们对于饮食的探索精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，新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式不断出现。这样的融合使得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，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一部分。4、面临的挑战。然而，在文化探索的过程中，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，许多传统文化和习俗可能面临消失的危机。例如，某些小民族的传统饮食和习俗因现代化的影响而逐渐淡化。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。此外，文化的交流有时也可能导致误解和偏见。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，而这种理解的建立往往需要时间和耐心。因此，在进行文化探索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努力去理解和接纳不同的文化背景。5、文化探索的未来。展望未来，文化探索将持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发展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信息的传递变得更加便捷，人们可以轻松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习俗和饮食。这种便利将促进人们对于文化的深入了解，增强对多样性的包容性。同时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将成为重要课题。人们需要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存，尤其是那些面临消失的习俗和饮食。透过教育和社区的力量，可以在年轻一代中培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。结语：文化探索是一段奇妙的旅程，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习俗与饮食。透过这样的探索，我们不仅能够品味到多样的美食，还能够感受到各种文化背后深刻的历史与情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学会了尊重与欣赏，并且更深入地理解了人类的多样性与共同性。随着全球文化的交融，我们期待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，并在其中找到共鸣和理解的力量。